前，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隊柯警隊隊長陳冠良涉嫌偷摕民眾的個資，予已經退休、即馬換做幫學買賣中人的前輩吳正佑。刑警大隊決定甲佢2大個免職，也檢方約談了後，嘛依照貪污定罪，申請羈押禁見。盜取了台灣經典遊戲的美術著作、人物設定以及遊戲內容，來做成高仿的遊戲。接受媒體訪問，詳細說明案情。伊是不擔任刑事局地在大隊前一隊副隊長的刑警陳冠良，進前表現正好，轉任台北市刑大了，一直升到柯警隊的隊長，甲檢方長期合作，即馬牽涉貪污、涉別定罪。陳冠良甲共犯吳正佑，進前是刑事局金山大隊的同事，兩個賣厝敢若是師傅甲徒弟。5年前，吳正佑提早退休了去賣厝，敢若是為着客源，委託伊查詢特定房產所有權人的個資。陳冠良利用檢方對伊信任，用發函查詢案件的方式，順續查目標民眾的資料，而且有收錢，要互檢方發現。因成員涉嫌貪污治罪條例、刑法泄密罪、個資法等案。由刑警大隊隨即召開考績會，決議予以一次記2大過，呈報警察局逕予免職，斷然淘汰。台北市刑大接到報案，報請北檢指揮偵辦，10部分在幾路路去2個人的徛家所在，查考手機等電子記錄，目前青沙發現已經交幾路報備的資料給吳正佑。我們在整個系統設計上，我不能說我今天因為有權人查的東西都跳出來，可能也許大概多一個詢問，就是說 OK， 我可能今天這個目的是什麼？檢察官可能在受理案件或在做一些這樣的一個指揮偵辦的時候，是不是也許可以納入這樣的一個機制 double check 的概念？警方牽涉濫用職權，影響民眾的信心。學者講應該設置防堵的機制，因我也強調，這件案件是特殊個案，並不是常態情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